靜坐人海，你我非不那时候就是在中国的啊，你们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快乐。但是人生到了這一晚，更怕未表白內心呼喊。站在前方，勇氣卻不受，卻信越怕命運更黯淡。我也是搞艺术的，对那种细节呢，我是比较看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还有中国的六四的民主女神像，这两个雕塑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和自由是我们所有爱好自由的人们所有的价值观，而这个自由不仅仅是属于西方人的，也是属于我们所有爱好民主自由的我们华人和东方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奋斗。独裁专制的头子终会像笔画上所显示的那样，被人民、被正义的和自由的力量所推倒。谢謝大家。頭先佢講話咧，我哋已經好曬咧，個半月咧，其實今日係好舒服㗎啦，已經係，即係最曬嘅時候係我哋係啲光係殘眼殘到我哋係完全畫唔到嘅，所以。咁頭先林王都有講過啦，其實我哋係到去中午嘅時候咧，我哋實在係唔能夠工作嘅，因為個陽光太曬啦，我哋有一種好似雪盲症嘅感覺咧，即係令到我哋係根本係辨別唔到顏色啦，而且喺過程之中，我哋初頭都唔係咁能夠適應呢度嘅天氣啊，各樣嘢啦。咁所以咧，我哋又中暑啦，又肚瀉啦，又俾紅火蟻咬到腫晒啊，咁樣就好似自己翻咗2019年咁樣啦。因為即係好感覺到，即係好似有一種手足互助嘅精神咯，亦都唔能夠畫咯。咁所以我哋即係變咗就係知道咧，我哋係要同 team 一齊去配合。Color of the UK, this is the color of US, especially California. Yeah, 非常謝謝你們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荣幸，所以我们今天4点多就起来从旧金山赶过来。我最早见到一个香港人，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他来表示他的支持。在后来呢，在89以后支联会一直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一直都是因为香港人因为支联会的努力。89民运、64屠杀的历史才可以保留下来那在那个时候维园的烛光每年都是中国很多人向往的也是全世界最关注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香港的自由能够最终照亮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个一个东方明珠最后。变成这样，那么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有可能发生在台湾有可能发生在亚洲很多地方，也可能发生在美国。你们的小孩子為什麼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嚟到呢度咧，我睇見兩隻螞蟻，我就諗起佢哋兩個，而你唔好睇小螞蟻嘅力量係足以摧毀中國共產黨嘅。我哋只要有信心，我哋團結就能夠將一個龐然大物咧係拉落嚟。多謝大家。